以米食作为基底的哈嘎尼，每一餐都少不了米食的，就像是常见的拌，就是最具特色的客家米制品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要来找找这南部客家庄里面的拌，会不会跟我的故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庄做两个圣诞拌呢，一般来讲，除了用来的以外啊，还有哪时节会用得到嘞？哦，所有节气都用得到。哦吼，喜火、瓜子，哦，也会青叶班，哦吼，板火、过年一切都用，也会好菜头。就有点像嘿做圣诞拌来拌年那样。哎呦，其实不好捏，总种种都听不到哎。哎呦，关起来，来，董冲乖乖的，来开讲一下。哦，哎，哦，我给粉色的白天嘞，怕吗？没有土红都土红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有我自己的很厉害呀，有我自己的特色。第一次的失误是应该要被原谅的啦，但是包了好几颗之后，我也是越来越有模有样喽。包好了之后，就是要现蒸现吃。哇，整大车的韩江哦，好漂亮哎！不闹哈？对呀，对呀，干棒有一点冷了，我发现我的真的好大个哦。对呀，最有特色。我的做的太大个了，这样好啊，拿起来看看哦。哎呦，含小小味，就是这样可以直接吃哦。好大啊！哦，这叫什么？可能没有办法吃到里面，有点太烫了。我吃一下皮的部分好不好？要大颗一点。哦，好 Q 哦！又 Q 又咸啊！韩刚呢，因为它刚蒸出来，所以它的粘性很够。对呀，蒸出来停一下，这样吃就很 Q， 非常非常的 Q，而且它是要给醒蛋拌，然后吃的是得到祝福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吃喜气也是吃祝福的，对对，做醒蛋拌了晚烟，好吃。从古至今，人们手做出一个一个红白相间的愿望，也在得到神明的祝福之后，走醒蛋拌了晚烟。文化就是这么的有趣。